那些人着，小的人接得到，等到就，干那种小的人。晓得，主席个在我说不去了，他是那个里的。这样让你去注意。哎，这是给他的，那个东西大些。为啥个？你知道吗？这些年的，多咋个你说不知嘞？你知道的我，这些的这个，这里意思。哎，过来，那样真的。哦，也对。对不？呀，有。哦呀。等你，大家就在说，打开了电脑。哎呀，对我怎么样？对我3块钱。哎呀，他那也得让那这样的当上这么可有了吗的？呀，这些他，下课就送给找的，也干这里到的。那样路见到了这的，当中就来接一家的嘞。呀，这个。哦呀。开始跑，快上住！哦，我来晓得，我记得屋子，好干的，干嘛这路去？玩啥小鸡哥哥？呀，你这刚那里真都是来了。我是搞的，你是朋友家了，跟你认识呢？我跟你家小三个是。没有。对嘞？好家的，我也没家。俺上不得，还上帮我娘家的人都开始这呢，俺上帮都帮嘛这嘛嘞。呀，但我不跟你帮了，都那一个人，怕真的东部，那不去去江北边的，这些家的嘞，老开过牛肉了。呀。哎呀，对没？搞上住啊，从20年后，哎呀，那样的你就不嘛通过。哎呀。那都是头的，这，那都是头，不是个。阿妈，哦，你给干的子？哎呀，你这不么用处切送是的？阿妈路肉把家那个来都是的吃了。阿妈，他带领俺哥把弄都是的，就弄你和这肉把家里个里子呀，你里个怎么里来的？当那个红俺这药咋都吃？等你说下你个的药子，还看我这个嘛？就是啊，那个家来的么个？阿妈个就路上俺的记得，俺个们的在中国呢，那个来就上就路上俺的了没？哎呀，他你这样做的，马上嘛，还有人知道那个做啥个？做这样做故事嘛，在做啥个？就到那就做着嘞，阿妈就做的呢。一中国人你才的，你才东西的，就阿妈弄的干弄晓得呢。阿妈，没做那个没得哎。阿妈，你就路上俺的记得，阿妈嘛那是人样，是操在过半路头是人样，就了容我是人头上俺的嘞，马上就按照自己真就嘞。阿妈，你这样做的了，你我嘛这样做的。我现在你路就要嘛这样，你路就要嘛这操所以啊，中间弄着操离开是你还得个掐撑着。应该自己种的。是嘛？嘛咋嘛？好多人都去错啊，今年都好嘛，这地基应个。他地基有在那地里，没在那地里，一般那个两万是的了。阿妈，今天好俺好老娘的，今天到我这种对俺洗脑子。阿妈老娘的，他就做研究嘛，路家听着嘛。俺切了，俺中午洗上了。当然，路家几个头呢？我都装上了，点头在跑走路。这边靠俺找不干嘞，那个靠找不干。今年你才在了，但娘的路子，等个在了。你阿爸个，就怕钱了，你那么能多苦些？你阿爸俺周几没在，阿爸给你做的找不在嘞，阿妈不俺上去就见不到。